觀眾朋友對韓國之後繼續收聽提價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尾後，我哋關注兩則國際嘅重大事件。第一係當地嘅進行廿四日投票美國大選，那下半鐘我討論大家嚟關注嘅係亞洲嘅政治，又係一國際關注嘅重大新聞係台灣普美蓬高選後續嘅事件，係要講。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強度嘅係政治太好，各觀眾這邊嚴俊生、嚴家屬，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分成上下半場，上半場我們先來關注這個剩不到1個月，其實不到4個禮拜就要投票的美國大選。那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我們看到其實好像變得讓大家都有一點連民主黨內然後共和黨內，民主黨算是相對團結，可是共和黨你看連自己幾個大佬都不支持川普了。那怎麼會一場選舉演變到這個地步？然後大家以為一開始說啊，川普是為了爭取提名，所以他這個各種招數都使出來，那不是耶。到了最後這個階段呢，他不但還在媒體上大放厥詞，然後他的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收斂。究竟這場美國大選我們怎麼看待？我今天回頭來看這一路的過程所發生的，包括最近的這些爆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錄音帶啊，或者錄影帶都有嘛啊，我都懷疑會不會是民主黨故意讓他贏啊？就是說在初選的時候，其實民主黨老早就搞不好就有人掌握到這個東西，但是認為說以希拉蕊的爭議性，碰到譬如說傑布·布希或者說其他的候選人，可能希拉蕊會輸的，但只有碰到一個瘋狂的川普，希拉蕊有機會贏，所以就故意讓川普把他所有的共和黨的障礙給掃掉之後，然後到了最後這個東西才出來啊。那這是你是 conspiracy theory，這是我的這個陰謀論。但是你也發現，川普在回應這個問題上面的時候，真的是在火上加油，對不對？當人家就問他說這樣行為，他道歉完了之後啊，他並沒有，然後說這只是在這個好像更衣室裡頭這些談話。可是問題是，當你講這些東西的時候，有人在附和你，旁邊的這個當時的這個 Bill Bush 在附和你。好像感覺你就曾經做過，然後問題在這裡。這主持人 Anderson Cooper 我覺得也很狠，就問他一句：你講了這麼多，你有沒有做？結果川普說沒有。結果現在出來了好多人來啊，說他其實是有的。那我當然他現在都說這些都沒有什麼證據，但是一下子出來了10個人啊，那然後你看這些人，有些人接受訪問的時候，你真的不感覺到他們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動機，那你就會覺得說，川普可能是確有其事，而且川普的這些支持者為他捍衛的人就跟我一樣了，會覺得說，這是不是民主黨的這個好像這個陰謀論啊？就說第一個，為什麼是在你希拉蕊這個維基解密出來的時候，之前啊就先出來了，把這整個維基解密的這個事件就給蓋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為什麼這些人都是早不說晚不說，他們曾經被騷擾過，結果現在經過了30年啊，或者經過10幾年之後才說？那我覺得這一點我無法認同，因為很多人可能過去還是擔心什麼自己的這個沒辦法對抗這樣的一個企業家，但是當這個事情最後他說我沒有做，我只有說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是真的是忍無可忍了，liar，對，才出來。老師，另外一點哈，你剛才講到這個 Anderson Cooper，讓我們想到在第2場辯論，他剛好是主持人。那過去這段期間做了2場總統候選人的辯論，1場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我不知道在這幾場辯論當中，老師怎麼看待己方的表現？我覺得川普今天他的這種辯論方式，他的這種直白，我感覺上他就是在鞏固他的基本盤。那另外，川普有什麼基本盤？他當然有帶一批他相信他的人，認為說反體制嘛，但不是共和黨的基本盤，不是共和黨的基本盤，但是是川普的基本盤。這個基本盤大概還是有40%左右啊。那有些人共和黨就是共和黨的黨員或者是支持者接受他的說法，就是說雖然我不是完美，我不是在選教宗哦，但是呢，希拉蕊很可怕。所以為了要避免選上一個可怕的希拉蕊，可能在政策上面讓美國受到更大的傷害，你就選我這樣一個道德上面非常有缺陷的人也無所謂，反正我會做你們想要做的政策。我覺得這個是川普在整個這個辯論當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當然，另外就是我認為川普是偷懶
为什么？2次的辩论你都有机会把政策说得很清楚，可是根据我们这个就是说观察或者读到的东西，就是说川普的幕僚想要给他一些政策的东西，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只想用简单的语言来竞选。那包括第2次，对不对？当我们看到他说希拉蕊你有这么多电邮的问题啊，那危机解密一堆东西。你要是用功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些危机解密一个一个点出，而不是点了1、2个。如果你一下子拿出10个，就是希拉蕊前后这个矛盾的地方，那我觉得希拉蕊真的是没有办法招架的。那你看看希拉蕊，当他指控这个川普的时候，在第1次辩论最后讲到这个委内瑞拉这位环球小姐的时候，他把名字Machado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啊。那我就觉得说，希拉蕊可能比他用功一些。希拉蕊不是那一次也讲了说，他说我不仅为了这个辩论在准备，我也准备当总统。对这样看起来好像川普的这个还是在走这个民粹的路线。那现在他的民粹路线已经让共和党的这些大佬都没办法来接受他的时候，他第3次辩论如果说再不改变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永远在他那个圈子里头，然后到最后他的这个支持者。我觉得上了这条船呢，也很可怜。这些支持者很多人都没办法下船了，因为觉得说党提名他了嘛？不是，第一个是党提名他，第2个是我做了这么多的情感投资，现在叫我忽然放弃，好像是我当时的判断错误，变成要一路跟着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政治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当很多的支持者对某一个政治人物觉得像神一样或有幻想啊，然后做了很多的情感投资。当这个政治人物，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说你发现他的脚是泥做的，上身可能是金的银的做的，非常光鲜亮丽，就发现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去接受这个问题，甚至盲目还不承认这个是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选民最大的问题。老师，您讲到辩论，在第2场辩论当中，其实希拉蕊提出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论点，他质疑就是川普跟俄罗斯跟普廷的关系。那我们听到在这个回击的时候，川普讲说我在俄罗斯也没有投资，然后其实我跟普廷没有私交，来反驳这件事情。那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美国，尤其是在民主党阵营这一边，会讲说俄罗斯意图要影响这次的大选，然后意图在背后挺川普？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些危机解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俄罗斯是俄国骇客放的，俄国骇客放的。那另外他们也觉得说，今天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总统你怎么能来跟一个非民主国家的总统来比较？因为川普不断的说，他认为说普丁是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可是他们也共和党的辩护者呢，就说那个是在他们的体制之下，他是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那他们不表示说我们同意他的体制，可是对不起啊，川普讲话的时候，你听他的口气，你得到的讯息其实就是说他觉得奥巴马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这个领导者。那我觉得这个对一般美国人来讲，就是说你可以拿他跟德国总理来比，你可以拿他跟法国总统来比，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拿他去跟普丁来比？甚至说，假使他今天好了，说去跟习近平比，那我相信美国人也是无法接受，那个是一党独大的一个政权嘛，一样的。老师，那在这样的指控当中，我们有一些前例可循嘛？确实，俄罗斯有这种，比方说介入他人选举的前例，以及普廷打的如意算盘可能是什么？普廷当然会觉得说，今天希拉蕊可能因为在外交事务上比较熟悉，比较不容易掌握，但是川普呢，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讲的他在竞选当中提出来的，就不希望美国再介入国际事务。那所以可能会走向一个孤立主义。换句话说，在中东、在乌克兰这种地方，那就等于是把这个地方放手，让俄罗斯可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就如老师说到了中东，其实讲到叙利亚的时候，两个人在辩论场上也是热烈的交锋。可是我们分别去看彼此的立论，有一点是，川普讲说他当然延续他批评奥巴马太软弱这样的一个基调，反而是希拉蕊说，纵使是我当了总统，我也不赞成把地面部队派回到叙利亚去。那
我们从两个人的发言，怎么解读接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或是他们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我觉得希拉蕊一定跟这个奥巴马不太一样，就是他一直强调说，当年做这个不去叙利亚不对叙利亚用兵，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国务卿了。有人那个时候当时问他，他说如果我是国务卿，我会用兵的因为确实阿萨德是跨过了红线嘛，用了这个化学武器对待平民百姓。那如果他今天当选，我相信他还是会继续推动所谓的这个飞航区非航行区，就是 no fly zone 或者说派这些所谓的特种部队去帮忙训练。但是要 commit 就是把美国的地面部队放进去，我觉得希拉蕊不会。但是希拉蕊绝对不会像川普一样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说，过去这些所谓的独裁者，包括海珊也好，包括戈达菲也好，包括阿萨德也好，就是这些其实留下来还可以维持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政权是好事。我觉得希拉蕊还是希望能够和平转移这个政权，让把这个阿萨德给逼下来。但是川普不一样，可是川普又有一个问题，他除了提出来说对 ISIS 要非常就是一定要把他们歼灭之外，他常常他批评这个中东的政策的时候，他好像又不想要用兵，但是他又说要采取强烈态度，所以他的东西是很难预测的。特别他有一个比较孤立主义的一个立场之后，你会不会怀疑说，他其实赞成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合作把 IS 打掉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他对中东的一个这个看起来是这个最佳的一个这个方案，就是。那说我们从数据来看，经过这么多的风波，在2次的辩论之后，目前最新的数据，我看到 USA Today 的这个调查是显示在共和党内有88人，包括有国会议员跟州长。在除以他们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大概是占1/4以上，已经表态说他不支川普。那问题是，现在离投票，如果是以这个普选制来讲，只剩下20几天，所以严格来讲，川普已经没戏唱了吧？不，这个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讲说，你看，就是这些体制内的人一直在阻挡川普。就坐实了他们更要支持川普的决心，所以我认为对基本盘不会有影响。那可是对这些国会议员来讲那大部分就说有很多是参议员，其实并没有面对这个再要竞选连任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是面临竞选连任，甚至只是一个候选人包括像内华达的，包括像伊利诺州他自己。这个科尔这个参议员，他大概机会都不大，但是他都要反对川普因为其实他已经大概，因为在伊利诺州是一个民主党的州，他上次侥幸赢了，这次大概不太可能。那可是像比较接近一点，像 New Hampshire 这个 Ayotte 这位女性候选人，她一开头就对川普一直有点保留的。那这一次最后他在忍无可忍，就是切割了。那这个对他的选情到底是好是坏，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现在是5-5波的一个选情。所以你觉得现在还有5-5波？对，不，就是我的意思是参议员。OK 这位参议员有那另外我们现在看到的在选票在移动的，包括像 Ohio 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前一阵子应该是蛮稳的了，现在又开始比较接近了。更糟糕的是宾州的参议员。这个 Toomey 本来是领先可蛮多的，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点好像落后，所以对这种所谓的5-5波的参议员，他们如果要选择，他们认为他们的支持者当中是不能够忍受川普的，那他们当然就要选择来跟川普切割但是如果说今天他们的选民当中，譬如说像宾州，有可能是有很多蓝领阶级是很挺川普的，你跟川普切割，搞不好连他们的票都没有。所以对这些参议员、众议员来讲，他们要做很精准的计算才能够晓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比较保守就是我的意思，在道德上面比较保守的州。譬如说，在爱达荷州的这个参议员 Crapo 也好，或者犹他州的 Mike Lee 这些，然后包括像阿拉巴马州这个南部最保守的这个他的 Bentley 这个州长，他们现在都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对不起这个不是只有体制内，这些有些是州长嘛，州长不能算是特别体制内，他们都认为说，
你不适合、不适任，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没有说我们要改投希拉蕊他们只是说我们没办法支持川普。那我觉得共和党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去投 Gary Johnson 嘛，你去投那个 Libertarian，他也在至少在经济议题上面。共和党是可以接受他的，虽然他在这个大麻合法化这些有可能有一少数，但是你觉得川普的这个道德有特别高吗？没有嘛，川普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的低了，你都愿意去接受他，那你对一个这个共和党这个自由党 Libertarian 的 Gary Johnson 为什么不能接受？特别他在减税，特别在这些议题上面，其实跟共和党是蛮契合的，所以我认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些。共和党的大佬，或者说一些主要的这个媒体的人这个名嘴没有出来帮 Johnson promote，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今天 promote Johnson， 确实是等于是分割了川普的票。那在对于选举人票来讲，那希拉蕊只要稍微小赢一点就赢了那这个是对川普非常不利。可是对选民来讲，我觉得你要 offer 一个 alternative， 一个替代的选择，那事实上是有替代选择，而且这个候选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经验，他做过新墨西哥州的州长，所以也是有一些地方这个所谓的行政的首长的经验，可以担当大任，并非不能的。老师，就以往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来分析，像这样的，比方说我总统跟国会议员分离投票的情形多不多？那是什么促使他们在这一次的川普当中，好像特别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分离投票？最新的观察是说，大概现在这种 split voting 这种分割投票的不会超过5%左右那可是我认为有些州这个5%是针对共和党还是整个美国？双方都有，双方都有。我们过去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教授就跟我讲了一句，他就说他觉得在地方事务上面。因为学国际关系嘛，他觉得要投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就譬如说州的议员参议员这些，他们认为民主党是比较重视教育啦，重视这一些环境但是在 national 全国的层次，他觉得要支持共和党，因为比较有强大的国防等等。但是我自己来看，就是过去民主党有人投民主党的总统，共和党的议员，对不对？一样嘛，就是 reverse 都是一样。但是像印第安纳州现在要回国重选的参议员 Bayer 这个 Evan Bayer， 他现在是看起来是领先很多，可是川普在印第安纳也应该是会赢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分裂投票会发生，我觉得是会发生。那只是大家会怀疑的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选民，他本来想要去投川普，现在不。因为对这个体制也不满意，结果发现川普有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去投票的时候，那这个也不叫分割投票，就他根本没有去投票。这就是 McCain 跟 Paul Ryan 他们担心的。现在是不是整个参众议员，你看1/3的参议员跟435席的众议会因此被川普拉着陪葬？对，本来我觉得说是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看就是参议员的选举。共和党原来有54席，民主党46席。那在这次选前，大概估计有可能是50-50，50-50，民主党就可能会赢，因为他多了一位副总统做参议院的院长嘛。那如果做议长，那如果今天这个情形再下去，再输1-2席，那共和党就输掉参议院。共和党在众议院有50席的优势可是现在。他们都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连川普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影响到众议院，连众议院都输掉？因为在这个周末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共和党会输掉众议院。可是，在这开始有点担心。OK， 我们非常感谢严教授在上半场为我们带来美国大选最新的分析。当然，NC 看家下半场转来，持续的关注台湾普美峰国选之后对泰国进球的涨票。让大家轉到討論嘅現狀，下半場同大家來關心係籌備傳出嚟嘅盡將下回嘅消息，國際社會都高度關注泰國嘅國王普美蓬個性，因此嚟看一下普美蓬佢2成嘅重要事蹟，
佢對1927年12月初5出世，所以今年係88歲，共你3個每日嘅來日。佢對1946年2月初9登基嘅，所以在位時間長達70年，係全世界在位時間最長嘅君主。那佢加冕係對1956年5月初5。老師，我們看到這個太皇過世的消息，讓這個國際高度的關注。或許在國內有一些觀眾不是這麼的能夠理解，說，為什麼太皇好像非常高度受到泰國人民的愛戴？大家幾乎把他，我們講一個說法，就是像神一般的崇拜。對，我跟你講，不是只有泰國人，包括在泰國的華裔華僑，也都了解認識到太皇確實是泰國一個安定的力量啊。然後泰國的皇室這麼久，那他過去這70年來所表現出來的，當然最近10年身體比較差一點，但是之前他是非常勤奮愛民的。雖然還是一個我們講說是一個虛位的元首，但是他自己啊，雖然我們說他王儲可能很糟糕，可是他自己當年願意做這麼多的事情，去關心啊泰國的人，不僅是在曼谷首都，而且到鄉下去，所以在泰國人的心目當中，他確實是有一個我認為是跟英國女王跟這個日本的天皇是同樣的地位。那特別是他經歷了這麼多，能夠保存，讓泰國在這個2次大戰之後雖然面臨到中南半島的一些衝突的，他也都能夠安然地度過。你看旁邊3個國家都被共產黨是那所以我覺得他是在泰國人的心目當中有一個比較崇高的地位，而且在後來泰國有這麼多次的軍事政變，是那都是靠他出來，他像是一個 ombudsman， 像是一個對，像一個最後的仲裁者。那我們想要了解一下，究竟在中華民國，在台灣，我們來看待太皇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能夠請老師介紹一下，他跟我國在過去在政治上以及在兩國的互動上，他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他來過台灣訪問啊，那當然就是說他過去跟這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之間，泰國我們維持邦交一直到1970年代啊，所以那個前面那20年真的是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那個時候，對於這樣的一個國家，特別也是同樣啊。那個時候是參加美國所謂東南亞這個防禦條約的這樣的一個 CETO 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跟我們至少在安全的考量，在一些價值上面是非常接近的都是站在就是美國這個東南亞這個防線的這一端的，所以那個時候關係確實不錯。那我們在泰國的僑胞，我想大概你從來沒有聽到過排華吧？都是越南比較多。對，你聽過沒有？你過去聽到馬來西亞排華。印尼排華，甚至菲律賓都有一點那最近都是越南、泰國，就是在他的這個包容性之下，我覺得是確實對華僑還算是不錯的。雖然很多的華僑最後也都改了名字，那可是改了名字是對他們在當地融入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中文名字留着，但是英文名字可能都已經取了泰國名字了。可是我們在看泰國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大家不免還是要回到泰國的政局接下來的一些變化。老師剛才也提到，就是之前的這個軍事政變，其實太皇扮演很重要一個最後調停者的角色。如今太皇過世，是不是大家對於接下來包括軍政府的態度以及泰國的政局會更加的擔心？那有可能會出現哪一些的變化？我覺得是這樣子泰國的這個軍事就說軍人發動政變，不是全部每一次都是泰王會在後面支持的現在最近這幾年，大家都覺得說，泰王好像主要是塔信那一次比較明顯。對，好，然後最近2年前這一次，因為發現大家都發現，就是說這種比較民粹的政治之後那當這個軍人發動軍事政變的時候，泰王好像為了國家的穩定，不希望看到這種紅衫軍、黃衫軍持續對抗，所以可能比較偏軍人這一邊。但之前我們也看到他訓斥過軍人的這個發動政變之後，他們就回到營地裡頭，所以也有很多流產政變。所以他確實是一個比較能夠平衡泰國的力量，特別是會考慮到當時的泰國環境是什麼。那確實泰國在過去20年民主化之後，大概是亞洲我們鄰近國家裡頭唯一還在出現軍事政變的國家。那如果沒有他再出來穩住這個政局，我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對抗所以這個
在一般的民众当中，还是以他为这个马首是瞻，就是觉得说，如果今天他都出来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大概勉强可以接受，所以也让现在的军政府有一些正当性。好，现在他过世了之后，那到底这些军人，他们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个王室的来支持他们继续执政，可是他们现在大概是比较支持是诗灵通公主啊，可是诗灵通公主对政治自己要做这个接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当然就回到了王储啊。那王储可是瓦吉拉隆功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希望先暂缓宣布这件事情，对，是他有其他的考量吗？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要忘记啊。这个当年蒲美蓬他接他哥哥的时候，他也是等了很几年。他说我先读完书好了。是啊，那现在当然瓦吉拉隆功不可能再去做什么也64岁了。可是现在泰国有宣布1年的所谓的这个哀悼的时全国间国丧，那会不会他想说让在这个1年当中来看，我们也不是很那这1年岂不变成是泰国我们刚才讲有一点政治跟稳定的空窗期？对，那就是表示说，如果说今天有这样宣定，会不会是说后面还有在角力？因为很多人包括自己泰国人，大部分都不是很欣赏这位王储的，就觉得私生活有问题啊，然后没有像诗灵公公主这么受到欢迎啊。那他们觉得说，王室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有这个道德的形象的人来接。那现在的王储确实没有，他会不会是希望说，借着这1年，他来改变一个形象？